台南市职工中学参加第63届第5区考展，今年提出6件作品参赛，其中就有5件作品得奖，其中3件更是摕到第优，成功晋级全国赛。好的光赞。职工中学相当重视自然科探究甲实作课程，课程的教学内容甲过去非常无同，会当看到这次得到第优的分别是化学科、动物甲医学科以及植物学科，由学生自行发掘主题，并分组将研究论证甲实践。自然探究的精神，好，跟传统的自然科的教育是不一样，好，因为他们会先有一个研究的一个发想。好，那针对自己喜欢的题目，好做一些设定。那这个部分必须要经过规划、经过研究，好，甚至呢，他们要不断的尝试。好，那这无非呢是希望他们培养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另外得奖的是地球甲行星学科，3位学生为去年暑假开始，花了将近半冬的时间，以探讨有动力帮扶应用伫沿岸流发电为主题，得到优等，也是相当的不简单。利用无动力水泵，然后将水抽起来，所以我们需要探讨无动力水泵它要怎么运作。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用塑胶逆止阀，然后后来是用铜逆止阀去试。他们从第1代的实验的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密闭性的做法，会有困难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后来发现之后，这个密闭性的困难点，它因为用水泥嘛，他们不擅长使用水泥的操作，那当然密闭性就不好。后来就改用说 PVC 管来做，那因为 PVC 管做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了这种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把水抽到高处去。进一步的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把它应用在沿岸流上。其中有一组是制作风力发电机械，简单用芳芳加上照片形成模拟风场，利用电脑将数据摕出来做研究，是相当有看头。指导老师林胜军表示，虽然因无得奖，也毋过透过学生家己去了解，利用学校资源，就是对因上好的成长。希望因会当再接再厉，未来取得好成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